当童声版《茉莉花》响起，是谁又梦回08年奥运会开幕式了？唢呐版喜更是绝杀，他和街舞演员当场表演阴魂蹦迪，网友惊呼：“这婚事阎王爷看了都得随个份子。”他笑着哭来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来着？哭来着，你看他怎么哭着笑来着？谁说这场演唱会下来，路一下子就走宽了？在日租300万的场地，他敢提前10天入场彩排，2000个低音炮、顶级音响设备，一敏铺设3000块压力感应模块，化身齐天大圣，甩着金箍棒腾空而起的那一刻，感觉他真的是要大闹天宫了。